咱拢知影讲，在韩国是台湾人真爱去的国家，即摆戒严，一寡旅行团敢有受到影响咧？目前甲看起来，即摆是一切拢照常来进行。有今仔日要出发的旅客表示讲，伊拄开始个掠准是假的消息。也那旅行社是讲，目前呢，后年的即个出团呢，也阁有寒假出团是拢未受到影响的。旅客赶行李去航空公司柜台头前排队报到，准备要去韩国。南韩总统尹锡悦伫初三案无预警宣布戒严，严国国会也伫咧初四透早通过解除紧急戒严令的决议案。有旅客讲，拄开始听到时阵就是假新闻，也有人讲无打算要取消行程，结果暗时较早登去饭店休困。睡觉前说戒严，睡起来就戒严，就还是会去啊。以为是假新闻，对，吓一大跳。怎么突然的戒严？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有先看那个新闻，然后也说一切照常，所以就比较安心。他们本国国内政治问题，所以应该不会太冲击旅游。如果不是国内，如果是跟北韩的话，那就会害怕。南韩戒严的代志经过6点钟就结束。总统尹锡悦伫当地时间透早4点30分宣布接受国会决议，解除戒严令，撤回军队。针对南韩的旅行业者是讲，若是真正甲北韩发生战争，紧急戒严，规个东北亚局势拢会受影响。即便是内部问题，影响应该无大。因为这是他们内政的问题，这种情形啊，其实对于那个旅游韩国过年的或者说要今年跨年的，或者是说农历过年的团，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。考虑到韩国国内情势变动，外交部提醒个人避免去参加当地政治性结社、集会加示威的活动，也避免跨过相关区域，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若是伫韩国的境内拄到急难需要协助，会当联络驻韩国代表处，或者是驻釜山的办事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